佢被朝廷派到當時嘅學術研究機關華林學省工作。雖然古人已經有好多好好嘅研究成果，但係我都要通過實際觀察同研究，修正補充，取得有價值嘅新成果。祖沖之真係非常認真啊！我要快啲去請教佢圓周率嘅問題先。祖沖之先生，我係葉仔啊，想請教你數學嘅問題啊。數學問題？你嚟得啱啊！我喺度睇緊《周比算經》，係我細個嗰陣父親俾我嘅書。書中講到圓嘅周長係直徑嘅3倍，於是我就用條繩量度車輪，結果就發現車輪嘅周長比車輪直徑嘅3倍仲要多咗啲。於是我又去量度個盤，結果都係一樣。如果圓周並唔完全係直徑嘅3倍，係咁圓周究竟比3個直徑長幾多呢？我嘅老師教我圓周率係3.14，咁如果要計算圓嘅面積呢，就係直徑。係啦，魏晉時期嘅數學家劉輝喺注解9章算術嗰陣，改良咗當中嘅角圓術，將圓嘅內接正多邊形擴展到3072邊形，所以已經得知圓周率嘅大概，但係我哋必須要揾到更準確嘅算法。喺祖沖之以前，中國人已經知道圓周率介乎於3.1415同3.1416之間。咁你打算點樣計算更精準嘅圓周率啊？劉輝呢度咪寫住角圓術嘅，只要將一個圓不斷咁割落去，內接上正多邊形位，求出多邊形嘅周長，就可以得出更準確嘅圓周率啦。南北朝嘅時期，以算籌作為計算工具，即係用竹木削成一根根小竹棍，拼擺成各種數字，用嚟計算加、減同埋乘數。咁樣，跟住就係咁樣。祖沖之夜以繼日咁計算，雙手都俾啲竹整傷啦。佢嘅學習精神真係令人敬佩啊！祖沖之從圓內接正6邊形開始，一直算到圓內接正12288邊嘅多邊形。哇！將圓周率計算到小數點後7個位，即係3.141596到3.141597之間，呢個係數學史上嘅重大突破啊！我而家終於明白點解老師話學習數學最好嘅方法唔係死記硬背，而係要明白背後嘅原理啦。